到底我苦讀咗3年之後，重新再考一次 DSE， 到底成績會係點樣呢？今日就為大家揭曉。講笑啦，今日都未派。今日嘅時間係7月9號。早啲拍定咧就費事咧，我就唔記得咗要拍片去記錄翻呢一件事。咁哇！呢個真係一個好長嘅故事。依家我都挨緊30歲嘅大叔啦嚇，過多1個月就真係30歲啦。同大家分享翻，其實我係考2014年嘅 DSE 嘅，咁就都隔咗幾十年，大家數都數到。都12年啦，12年之後無啦啦重新再考一次先，點解要咁樣做？咁喺2014年嘅 DSE 之後咧，順利入到大學啦。咁讀咗4年之後咧，咁我嘅本科係讀呢一個IT 啊，即係讀寫 program 寫 app 嗰啲啦。Poly 嘅話就係叫 IMT 啦，係啦 ，Internet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y。好多朋友我講完俾你聽，佢都唔知我讀緊乜嘢。咁之後讀完之後咧，就出咗嚟嘅，但係唔係做 IT 喎，佢出咗嚟係做剪片嘅，因為嗰陣對拍 YouTube 啊或者拍片咧係有一種憧憬。做咗一排剪片之後咧，咁就開始翻做 IT， 咁啊即係始終人工上啊，又或者咩就唔及預期啦。咁做翻 IT 之後咧，又發現原來 IT 其實唔係好啱自己，同埋嗰份工又唔係有好多嘅即係學到嘅機會，或者唔係有好多可以長進到嘅模式啦。咁於是就冇再做 IT 啦。咁冇做 IT 又做乜嘢咧？咁去咗做 marketing。咁做 marketing 當然就剪片啊、整圖啊、出 po 啊、做小編咁樣啦。你大家嘅認識就係咁做咗排之後咧，就疫情嘅，因為疫情嘅關係咧，於是就冇咗份工。之後係去咗一間美容公司做剪片。咁做下就因為人事嘅關係之後就冇再做。咁再之後就去咗一間時裝公司度做剪片啦，開 YouTube channel 嘅一個工作啦。再之後咧就去咗第2間美容公司嘅剪片啦。咁呢度大大話話咧，咁樣嘅工作你都聽到啦，都有1份、2份、3份、4份、5份、6份工咧，其實有6份工。整壇嘢就基本上就做咗4年幾咯，即係咁多份工。因為其實每份工都唔係做好長，即係有啲係因為疫情而兜啦，有啲係因為係人事問題啦，有啲可能係其他嘅因素咧，咁就離開公司。咁所以其實冇一份工係做得好長。咁如果大家有睇呢個台睇得好耐嘅話咧，應該知道有一排咧，我有開過一個咩無業人生嘅直播。咁嗰一排點解會開呢個直播咧？就係因為喺度諗緊，其實到底有啲咩可以做，即係做剪片其實好似真係唔係好中意。咁諗下就諗緊，不如翻去自己以前補開集嘅一間補習社嗰度做阿 Sir。咁好彩咁，佢哋當時都缺人或者都需要人啦。於是就順理成章就原本一開頭翻 part time 嘅，咁翻下 part time 發現唔夠錢使，權衡啲生計啊等等嘅嘢搞唔掂，去翻做全職嘅工作。發現咧，原來呢份工咧先係我做得最耐。我第一次重新翻呢份工咧，應該係2年前嘅下學期，即係應該大約1、2月左右啦。重新 pick up 翻一個咁樣嘅工作，咁就由 part time 轉翻做 full time 啦。我冇記錯個時間軸嘅話。又咁講啦，即係人望高處，即係一個人都會想自己嘅人工又好，或者達到嘅成就又好，點都會多啲啦。即係我自己啦，我唔知大家睇緊片嘅你哋係咪想再有更多嘅成就，或者又想有更高嘅目標咁樣？咁於是就選擇咗，喂，不如除咗做日常嘅工作，就係教初中之外，會唔會再可以有啲更加多嘅嘢可以貢獻到出嚟又好，或者幫自己又好咧？你幫我時，我幫你啦，即係會唔會有啲嘢可以貢獻得多啲出嚟咧？咁於是就膽粗粗就問，喂，不如可唔可以開一個所謂嘅經濟嘅班啊？即係教高中嘅經濟啊咁樣。咁始終即係例如話，我以前都係讀 Chem 3 Econ 啦嚇。咁於是咧就問下嘅情況，又得喎咁樣。
咁於是就喺同期，大約就係喺2年前嘅2月左右啦，開咗第一班嘅 Econ 嘅班，都好多謝即係陪咗自己去到依家嘅學生啦。由2年前，其實我又乜都冇，啲筆記要由頭揼出嚟嘅情況下，我嘅學生都願意去信任我，去繼續揾我去教，咁我係好感動嘅。最麻煩嘅地方就係啲筆記要由頭整過啦，然後你又要出去揾好多 source 去完善你嘅筆記啊，或者去俾多啲練習俾你嘅學生做啊，等等嘅嘢。呢一個過程其實係辛苦嘅，尤其是呢幾年係最辛苦，因為好多嘢都未 firm 實，即係有好多嘢例如話可能會有改動啊，或者可能第一版嘅筆記一定係唔係最完善，因為你有第一班嘅學生，你要好快就要俾到佢哋去用嗰啲筆記，然後去用嘅時候點樣都唔會係最完美嘅一個狀態。我可以話呢個過程係一個一齊成長嘅一個過程，佢唔係一個淨係得我教我嘅學生嘅一個過程，而係一個雙長嘅過程。因為好話唔好聽，你點會願意俾一個2014年考完 DSE 之後，佢冇再掂過任何關於 Econ 嘅嘢，因為頭先都講咗我讀 IT 啦，然後呢條友係出去做 IT 工，去做剪片嘅工作，但佢冇掂過 Econ， 但係你都會願意俾佢教。我由乜都冇慢慢去整出嚟，整一堆嘅教材出嚟嘅時候，其實呢個過程唔係淨係我嘅學生學到嘢，而其實係我個人本身係學到最多嘢。由就學翻啲知識，然後點樣去 summarize 翻啲知識俾學生，然後再去教佢哋嘅時候，其實呢個過程係好漫長，同時亦都要花好多時間去做呢樣嘢。佢唔係一個好簡單可以做到嘅嘢。我嘅工作唔係淨係教 Econ 啦，本身我嘅主職係要教初中㗎嘛，咁所以我唔可以淨係將啲時間抌晒落去整 Econ。我唔係返工就淨係整 Econ 嘅筆記，唔係返工就淨係整佢嘅練習。變相有好多嘢其實都係要喺辦公時間以外去整靚啲筆記。如果想去成功，或者如果想去得到一啲嘢，當然你就要失去一啲嘢啦。即係好似愛德華，大家有睇《鋼鍊》都知啊。人要得到一啲嘢，就要失去一啲嘢嘛，等價交換。你想得到一啲成功嘅喜愛，或者你想得到人嘅一啲認同，其實你先就要付出好大量嘅時間，你要付出好多嘅心血，先會做到或者做好一樣嘢。咁坦白講，我唔會話依家自己已經做得好好，但係起碼做到，即係我唔會話我自己已經做成功咗啦，或者我會話我自己已經係好好啦。起碼都會有一部分嘅人喜愛我嘅教學嘅方法啦。早晨，今日係5月4號星期一嘅早上7點30幾分，好耐冇咁早起身過，唔係為咗做 gym，而係為咗去考試。咁咧，依家咧就係行緊去我今日即將要考試嘅場地啊！咁啊，朝頭早6點鬆少少起咗身，希望考得 OK 啦。我已經同我嘅學生已經喺 WhatsApp 度已經講咗俾佢哋聽話，你哋加油，考得好，最緊要唔好做堂仔，即係唔好睇，唔好揀錯嗰啲答案，即係明明做啱都揀錯答案，咁成日都會犯嘅問題。希望佢哋會好彩好運，順順利利咁樣咯。咁啊，大家都見證下星 K 哥哥最後出到嚟嘅成績會係點啦，享受下一啲好耐冇享受過好熱血嘅感覺。Once 你做咗之後，其實係有一種揾翻當年嘅青春嘅感覺。你會覺得係幾欣慰，見到自己啲學生因為咁樣而進步啊，因為咁樣而每日去 keep 住有 improve， 跟住可能得開頭第一日開始做嘅時候都麻麻地啊，跟住之後每日 keep 住每日溫，每日 keep 住做，然後最尾做到出嚟係一個哇，已經係好穩陣，可以一個好穩定嘅好成績咁，係替佢哋好高興。希望大家都會喺今次嘅地方度
得到好嘅成績，即係就算考試考得麻麻地都好，其實都唔係好重要。其實最重要都係佢哋將來嘅路點樣行，就係咁咯。好啦，冇乜嘢講啦。我第一班嘅學生嘅時候，佢哋到中五啦，準備去升去中六嘅時候，咁我就諗，喂，不如一齊去考 DSE 啦咁樣。咁第一啦，其實我 DSE 係考得唔好嘅，我喺2014年我嘅 Econ 就考到4嘅啫，好坦白同大家講。至於今年喺依家呢個 moment 7月9號嘅呢個時間，到底我最後會攞到啲咩成績，其實我唔知。但係我去做呢樣嘢嘅初衷並唔係諗住去話，喂，我攞個星啊，或者攞個5星星啊。當然作為一個阿 Sir， 佢要有一個咁樣嘅認可、咁樣嘅知識、咁樣嘅能力，你先有能力去教你嘅學生。但係我覺得依家呢個時代或者呢一個世代，其實學生如果要去揾你嘅話，即係當然你要有一啲好吸引佢嘅一個特質啦。我會覺得依家嘅學生比起吸收專業知識，其實佢哋更加 care 嘅係一個一齊去上進、一齊去進步、一齊去奮鬥、一齊去做一件事。如果我要吸收專業知識嘅，我喺學校其實一定係可以吸收到啦。做乜嘢要去花課外嘅時間，要去俾嘅地方嗰度去聽你講嘢，或者去做你嘅嘢？我覺得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就係、可能某程度上呢一樣嘢都係一個滿足我自己私慾啦，你當係滿足我自己私慾。我想同我嘅學生一齊共同創造一啲回憶，我會想用行動去話俾佢哋聽，就係我都做到，你都可以做到。我會想以身作則去做一件事，想話俾大家聽就係，其實我一個冇讀咁多年書嘅人都有一個決心去做好一件事，都有個決心去考好一個試，咁你哋都可以做到。而我嘅角色除咗係一個考生之外啦，其實我都係一個陪伴住大家嘅一個角色，唔係淨係你哋需要面對考試，阿 Sir 都會同你哋一齊面對考試，所以我哋一齊去衝，一齊去攰，一齊去花光我哋嘅力氣去完成你哋人生18歲之前，目前為止一個最大嘅一個難關。呢個就係我同佢哋一齊考嘅初衷，或者我想陪我嘅學生一齊去做嘅一件事。即係喺未來，我都希望承諾，只要我繼續教書，我都會希望繼續去考每一年嘅 DSE，然後去同大家一齊去奮鬥，同大家一齊去進步，同大家一齊去見證住大家嘅成功，見證住大家嘅付出咯。我好想見證住每一年你哋畢咗業之後，即係所有我教過嘅學生又好，或者大家一齊睇緊片嘅觀眾又好，大家係考 DSE 嘅，我都希望見證住大家嘅成功。每一年我都會陪大家去考試，唔係淨係我嘅學生，而係所有睇呢條片即將要面對 DSE 嘅你哋，同埋再下年嘅你哋，我都希望我有生之年繼續教書嘅話，可以繼續見證住你哋嘅成功，同埋見證住你哋嘅付出。呢件事係辛苦嘅，呢件事係吃力不討好嘅。除咗我返呢份工之外，咁我都有繼續拍 YouTube 啊、開直播咁樣，其實都攰。同埋去準備去重新考試呢件事，其實係辛苦，尤其是係臨考之前嘅幾日。其實臨考之前嘅幾日，我每一日都會朝頭早9點鐘約晒大家返嚟，然後坐喺補習社度。咁我哋就每一日都做一份 full set 嘅 DSE past paper。第一件事當然係想大家亦繼續去 keep 住嗰一種你哋未考完試啊，其實要繼續努力去做考埋你最後一科嘅呢一個試。第二，我都想俾大家感受下，或者俾大家知道，其實我唔係嗰個置身事外嘅人。好多同學可能會覺得就係，喂，你係個老師，你係一個上位嘅人，我考得好唔好，其實都關係同你其實可能影響唔係好多。
而我唔係想做一個咁樣嘅人，我想用我嘅生命去影響生命，我想用我嘅行動力或者係用我嘅付出，話俾大家聽，我哋一齊去考，我哋一齊去做好，我會坐埋一齊同你哋一齊去考試。每一日朝頭早9點鐘開始考，做，考完12點零，飯都冇食，交埋份卷，咁解完卷之後，咁基本上我就要繼續接住我嘅工作，因為我嘅工作就會接住落去繼續去發生，因為考完即係同佢哋操完卷之後，就已經直落去下一批要真正我正式嘅工作。咁所以連續2個禮拜咧都 keep 住係咁樣嘅一個過程，其實係好辛苦嘅，尤其是係一個作為一個好耐冇考過試嘅人，係壓力好大嘅。但係嗰種青春或者嗰種熱血係冇得代替，即係唔係你投身落去呢件事，或者唔係我拍成一條綜藝片，我拍成一條紀錄片就會好睇嘅一件事。如果你想感受一樣咁熱血，或者你想感受一樣咁青春嘅事，其實你係要落手做，你係要落手投入，你係要落手花呢3年嘅時間去真係一樣由0冇嘅嘢，然後慢慢揼。我唔會話依家到100，我會話依家可能去到60或者70，揼到70嘅嘢，但係 keep 住繼續去進步，keep 住去繼續學多啲嘅嘢，因為讀書又好咩都好，甚至乎中學雖然有個 syllabus 有個課程，但係佢個課程其實係可以好千變萬化咁樣變一啲 topic 出嚟嘅時候，其實你係要 keep 住去進步，要 keep 住去睇多啲，你先會繼續去學到嘢。透過呢條片，希望想勉勵大家就係一個30歲阿叔，全部都係鬍鬚嘅阿叔都好，都可以做到一樣突破自己 comfort zone 嘅一件事，唔係就咁喺屋企喺度打機，每日翻工營營役，而係佢喺呢份工裏邊，佢再付出一個 extra 嘅時間去做一件事。我覺得你哋都得，即係睇片嘅各位，無論你係已經冇再考試啊，定還是你即將下一屆要考試嘅人啦，定係再下2屆要考試嘅人啦，都好。透過呢條片，希望大家可以知道就係原來呢個香港有一個咁白痴嘅阿叔，12年唔使考試，然後有份工穩穩妥妥，公司又俾機會去教書，教出一班唔錯嘅學生，但係佢都願意去花一個咁白痴嘅時間去考一次試，付出自己公餘休息嘅時間，都去為咗一件熱血嘅事，就係以身作則，同學生一齊去奮鬥，一齊去並肩作戰。我覺得如果睇片嘅你哋都仲有一顆熱血或者有一顆青春嘅話，咁就唔好猶豫去做。即係又希望我有生之年繼續教書嘅話，因為今日唔知聽日事㗎嘛，我都希望可以繼續去教我嘅學生，同時每一年嘅 DSE 我都陪佢哋一齊考。好想繼續記錄呢一份喺我人生裏邊記錄呢一份熱血，呢一份感動，呢一份青春。因為出到嚟社會做嘢，好多少都會俾工作或者社會磨滅。但係呢一種嘅青春係，你只要肯付出，你只要肯嘗試，你只要肯去做好，你就會可以再次揾得翻嘅一份熱血咯。係，即係我唔希望即係大家因為俾社會摧殘、俾社會虐打咗咁樣之後，就變成一粒掣嘅人啊！嗰個一個部門的誕生咁樣，就係希望大家做翻個人，唔好做粒掣，成為翻一個有血有肉嘅一個人，感受翻大家嘅生命。距離放榜就仲有唔夠1個禮拜，即係6日左右啦。咁就7月15號就係大家放榜嘅日子啦。咁希望大家考得好嘅，恭喜你哋！人生嘅新階段，你哋又有多一個好嘅大學生活可以去嘗試下。如果考得麻麻地嘅你哋都唔緊要，繼續去努力，
繼續去追尋你哋嘅目標，唔好放棄。呢個世界總有好多路可以行，即係等同於我去讀完 IT、讀完大學之後，咪又係出嚟做補習老師。世界總會有個方向係適合你去行，唔好放棄咯。希望嚟緊呢條片嘅 good ending 係我最尾攞到一個好嘅成績，然後擺呢條片嘅片尾，咁就係我最希望得到嘅嘢。咁但係如果唔係嘅都唔緊要啊。其實因為考得唔好又好，咩都好，其實最主要我達到嘅目的就係想同我嘅學生去一齊共同奮鬥去做好一件事。咁固然我考得好係應該啦，咁考得唔好嘅咪下年再考過咯。我相信跟得我嘅學生都會認同我嘅能力，認同我教書嘅方針。教得好又唔代表考得好，識考試又唔代表教得好。咁所以希望各位朋友7月15號嘅時候就考試順利，一切都安好。臨尾我哋就放翻7月15號嘅片啦嚇。咁如果大家唔中意睇呢個阿叔喺度鳩噏咗半個鐘，唔中意聽佢講呢啲廢話嘅話，咁大家可以直接一跳就跳去最尾嗰個位置，我會加翻個 time code 俾大家，咁你就可以一跳到去嗰個位就知道我考成點，同埋我啲學生考成點。咁希望嗰日我可以記錄翻同我哋學生一齊放榜嘅一啲情況啦。咁如果冇嘅話，都會記錄翻我自己放榜嘅情況係點樣咯。就係咁。好啦，咁就完啦今日呢條片。咁啊，希望大家順利，亦都希望各位睇到呢條片嘅你哋可以繼續努力，繼續向你哋嘅夢想繼續熱血，繼續青春一次，唔好俾呢個社會低沉嘅氣氛就打到你哋嘅熱情熱誠。我相信每一個嘅你哋都心裏邊都有啲嘢想做 ，keep 住呢份熱誠。一個30歲嘅阿叔都可以隔咗12年重新考一次 DSE， 你哋都得，你哋都可以揾到啲你哋一直以嚟都好想做嘅嘢，但係你哋冇信心，跳唔出個 comfort zone 去做嘅嘢，你哋都得，你哋都做到。好啦，好似真係冇乜嘢要講啦。咁啊，都係嗰句啦，呢條片冇乜點講我自己籌備呢件事嘅一啲嘢啦。咁如果你哋有興趣想知嘅話咧，咁就不如喺呢條片下面 comment， 咁我就下次再拍條片同大家講下自己籌備呢3年嘅時候嘅一啲經歷或者係點樣咯。咁啊，有興趣嘅話就喺條片留下 comment 啦。咁啊，想多啲人知道呢一個阿叔嘅故事就 share 俾多啲朋友。咁啊，俾個 like 就係咁樣啦。咁啊，我哋呢條片7月15號再見，拜拜。我要剪條片，如果我唔剪條片嘅話，出唔到街㗎。咁拜拜啦，拜拜。大家好，依家嘅時間係12點40分。咁啊，平靜完個心情，接受咗依家個事實之後，出咗去做咗個 gym。咁啊，咁啱喺樓下信箱就拎翻今次嗰張證書啦嚇，咁啊好快都派到嚟啦，即刻速遞就寄咗過嚟，咁但係佢塞炒咗我張嘢啦嚇，咁啊俾大家睇下咯，咁啊今次嘅成績就暫時係5啦，咁啊我都 appeal 咗，咁啊睇下會唔會之後再有 update 翻大家啦，即係8月12號就會知道嗰個最終嘅成績。咁appeal咗之後睇下點，咁之後會買翻份卷翻嚟再睇一睇咁樣咯。可能係我未夠勤力，可能我未夠盡力，我又唔想俾太多藉口自己喺呢件事上面。但係收到嘅呢一刻，去到出去做完個 gym 再翻嚟，其實我心情都係不健康嘅，都係有一個唔係好知點樣去應對或者面對自己依家個心情嘅一個狀態咯。因為可能我 expect 自己會考得再好啲，但係事實好似低過我自己嘅預期，失望啊對自己。咁但係可能就係
maybe 我唔夠勤力，我唔夠盡力，我唔好，我唔叻，或者我唔清楚咯。但係我只可以先接受咗呢個成績同接受咗呢個事實先咯。錢都俾咗啦，appeal 就 appeal 咗啦，咁睇下出到嚟係咩狀況，然後之後再買翻份券咁樣咯，係啦，就咁咯。係咯，嗰張成績表都話，本成績通知書所列出的成績為暫定成績，係啦。咁所以可能我 appeal 完會高分咗呢，係咪？咁啊，希望真係8月嘅時候會有好消息，有個盼望，但係就唔拍定手先啦。我唔係好清楚，或者我唔係好知個原因，但係我相信我自己考嘅嗰一刻，或者之前我所做嘅嘢，我都係盡咗力去做過呢件事嘅。今次唔得就下次再考過咯，27年就再考過咯，同我啲學生繼續再考咯。希望睇到片嘅你哋今次考得好啦，係就咁咯，冇乜特別嘢講啦。咁啊，祝大家放榜一切順利。7月15號嘅今日，希望你收到個好嘅成績。咁啊，我對自己嘅成績就唔算滿意啦，但係接受咗先咯，就係咁。咁啊，依家嘅心情都係一個比較偏唔開心同偏對自己有啲失望嘅一個心情。咁啊，再有新 update 嘅話，就喺 social media 又好，或者任何地方再同大家講，係就係咁。拜拜，祝你哋都成功啦〜